这个松驼的驼野1代，这个应该是2012年的版本，这个是非常好用。这主要是英文的版本，这最早第一批都是英文的。这些导航那些，反正功能就是，跑步的时候用一下。圈数那些，反正就这个怎么说呢？第一圈、第二圈，暂停。它收心很慢，那个，毕竟以前是只支持那个 GPS 那个，电量那些带充一次可以用16、7天左右吧。这是另外一个双时间，这个1月18、3.55，然后下面那个是另外一个地区的时间，我设置是墨尔本那边那边快3个小时吧。这边的电量82，充一次电16、7天左右嘛，就星期天，就是星期几的那个，然后秒表，还有支持的功能，这个是月光的那种，晚上上厕所啊也可以打开用一下。这是锁定，这解锁，然后它有背景灯那种，还有就是你这个是上锁了。这个目前说是底是白色的。现在解锁，右下角有一个锁，把它给关掉。它有晚上这个锁也搞忘了，这个解锁这儿。还按久一点，好像是另外一种。搞忘了。对，这种是另外一种，这个还有一种白色的，一个黑白的底。这个是松驼的第一代，它那个是芬兰的，质量方面没问题。12年到现在应该12年了吧，还是表面上有点正常的磨损，已经全部都变白了。它那个金属的嘛，这个质量方面是很好，非常好，我觉得。现在好像松驼被国内的内森科技收购了，好像是2023年收购的嘛，24年嘛，23年。这个背景这边就是黑里白色，按久一点就是白色，然后黑至白色那种2个模式。这个就是只有一个跑步的时候记圈数、记时间、心率，还有以前有个心率那个带子，你单独要戴在那个手腕上面。没买那个。然后后面这个是松驼山、拓野山，这个我看一下这个版本，我现在带了呢，现在没，这2天把它放掉了。这是拓野山，这个应该是2015年的吗？搞忘了。这个就是黑底白字，按久一点就是切换显示，它有中文的，它这边显示，比如说你进菜单里面那边就要好很多。进去之后就是常规，然后气压计啊、连接啊、就是配对啊，反正跑步方面的那也比较多。配对呢，你还是要单独去买那个。我没有去买，我直接带就是一般的手表，做一般的手表用。它可以显示高度、气压计、暴风雨那个预警那种。比如说我进常规嘛，一般就是设置时间，这个格式24小时导航，收信的速度还是比较慢，因为它以前用的不是多频，不是多星那种，还是以前的那个，还是 GPS。
这个表圈是51毫米的，这个是多大来？这个是47嘛，46的，这个小一点，这个大一点。我现在没怎么带这个了。现在以前我看，我买个华为的，以前2019年买的，买了应该带了一两周，后面就没带了那个。等那个我那个充电器不在了，充电座丢掉了，然后单独买了个，明天应该到了吧？到了之后再试一下。这个以前的那种是芬兰造的，其实松头的质量都很好玩，我觉得。这两个你看，这个都13年了嘛，这个应该有几年，7、8年、6、7年吧，我都搞忘了，好像15年吧，12年搞忘买了，搞忘了。时间记不清了，它质量还是多好。充一次电也是用个15、6天左右。这边是17年，应该是另外一个时间，第二个时间就是指南针那些啊，这个电池电板22，好久没充电了，就是中文的，就是拓野山。我觉得现在松托好像最好的，本来考虑买松托的，后面觉得现在流行那种功能更多的，买了那个佳明的，佳明我用了范范的头像，这个就多很多功能。每天功能太多了，完全用不完啊！我现在定位在成都嘛，现在的空气质量现在没有紫外线1级，露点还有早晚日出日落啊，每天的天气预报啊，每小时天气预报啊，体感温度和外面的温度，然后湿度啊，指南针高度也有，这个日出日落。表盘太多了，就是心率啊、身体电量那些，睡眠指数不高。晚上我睡得比较晚嘛，晚上1点钟，一般1点钟左右睡觉，早上8点钟、7点钟起床。前段时间是早上7点10分左右起了，睡眠建议时长那些太多了，这些功能没有你想不到的，真的。这个佳明的菲利克斯8。51毫米的版本，这个是高度计517米，然后指南针、气压计，哇，太多了，还有农历、基准跑步啊、骑行，我看看那天是步行嘛，这肯定其实好像那个松托的这万年历。松托的好像也有这个但是没考虑。这个好像换一个品牌嘛。佳明本来就做导航的嘛，这个收信号非常快。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，或者走路的时候，反正比如我在家里面也可以用，就是你点开始，然后比如说这边，比如点那个，比如说活动嘛，然后徒步嘛，徒步的话就点一下。基本上马上就这儿开始，这儿等那个上面 GPS，它已经定位了，这边已经开始了，这边结束，这个非常那个，比如点结束，它有震动的那个，这个继续，然后暂停，按久一点，我就把那个，不管它，反正它那个导航很多，还有回到起点。就是你从什么地方出发的，然后原路返回，那些都有。你骑行、公路骑行，什么跑步、徒步、登山，那什么都有啊，都太多了。说现在取消算了，放弃。
这个是没有出去玩，没有走路，那没有记录那个把它删掉。还有那个，它支持那个语音、天气，就稍微慢一点点，稍微慢一点点。说它那个是不用连接手机的，没有联网的情况下也可以用。这个是需要按久一点是语音，比如说我问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去跑步嘛，或者是跑步、徒步，它这边可能很多它支持语音，手机那些接打电话也可以。以前我本来考虑买那个松托那个最新的那个版本吧，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显示它是 MIP 的那个屏幕，这个是这个显示屏清晰很多，因为手表的看惯了那个 PPI 的高很多啊，清晰度非常高。所以说啊，现在放佳明嘛，这个明天我那个华为的那个手表就是没充电呢。这个充电一次，佳明的那个应该一次在充个电应该二十多天吧。这个现在2个，现在我自己留着吧，反正卖也卖不了什么钱，以前几千块钱，现在几百块钱，几百块钱。我看一下第一代的话，网上才卖200-300块钱。这个以前几千块钱，现在卖不知道，好像没去问那个，先留着吧。反正这个表盘的话是磨血钢的，都有磨损的，都有。这个磨的比较多一点，在前面那么光了。这个版本，这个你看嘛，表盘上面全部是印子，很正常，磨损很正常。这2个充电的那个也是通用的，这个一夹，它就说不管你几代，反正都是通用的那个夹子。今天分享就差不多了。